我哋啱啱收到一則特別嘅消息，喺頭先大約6點35分，香港各區有音樂嘅地方，例如唱片鋪，突然之間出現咗一支溫和黨派，佢哋全部身穿紅色衫，手持唱碟，高叫口號，號稱要用聲音奪取市民嘅歡心。佢哋宣稱會以音樂同埋載歌載舞嘅形式俘虜全港市民嘅耳朵，而但凡聽過佢哋音樂嘅人都會變得心曠神怡。而全港大部分嘅市民已經成功被俘虜。所以我哋喺度呼籲全港嘅市民上街嘅時候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因為佢哋可能隨時隨地出現你身邊。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呢支軍隊叫做胡紅軍。啱啱有可靠消息證實，呢個溫和黨派嘅全名叫做胡紅軍。一眾市民出街嘅時候就要多加留意啦。今次特別新聞報導完畢，再有最新嘅消息，我哋會即時通知大家。今次節目咧就話想突破自己啦，因為自己一路俾人感覺都係唱慢歌唱情歌為主啦。咁但係因為好想真係衝破呢個框框，亦都希望透過呢個節目去呈現另一個風格嘅胡紅軍俾大家睇嘅。挑戰自己最唔擅長嘅嘢咧，就係去跳舞嘅，都冇乜信心嘅。但係我向大家承諾，我會俾心機嘅。呢個跳舞咧，亦都會係最後會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咧，會呈現俾大家睇嘅。自嘲自卑自怨自責，過去不享受獨白，重新和你去決定尋找，現在可選擇，同謀着想走一轉，想飛得很遠。係咪好難揾啊？係咪好難揾啊？係嘛？好嘅，依個學生咧就比我想象中好嘅。咁因為阿 Hubert 可能因為之前唱歌啦，咁我覺得佢拍子感會比較重啲嘅，即係可以好容易去 handle 到每一樣嘢嘅。咁但係一啲好 basic 嘅嘢，始終佢都係未練過。咁我都係永遠都會由佢由最 basic 去學起。不過我只係覺得佢拍子感係可以好好。好，控制呢度放鬆佢，合翻埋隻腳，個尖向上，係啦。好痛啊！揾啊！突破係咪要付出代價？係啊，我覺得而家好鬆嗰隻腳跳到一字馬。啱啱咧就終於都開始咗我快閃活動嘅第一次嘅上堂啦。我哋上咗2個鐘嘅，但係咧我哋淨係練咗3秒嘅 step 咯。因為我之前都可能喺啲唔同嘅活動啦，都有啲少少嘅一啲跳舞嘅經驗啦，但係嗰啲跳舞可能係冇咁正式嘅。阿輝由拉筋嗰度開始慢慢做起嘅時候，我都覺得好辛苦啦。有啲好基本嘅嘢，我自己就真係要慢慢要花啲心機去鑽研下咯。咁但係我自己都有信心嘅，同埋我都會加把勁。我喺2009年嘅時候咧參加超級巨星咧就入行嘅，但係嗰陣時玩比賽嘅時候就冇諗過會做歌手嘅，而且都一開始冇諗過玩呢個比賽嘅。咁係因為我嘅朋友啦，佢就喺讀書嘅時候都好中意聽佢唱歌嘅，然後有一次咧佢就用咗佢自己嘅名義咧就幫我報咗名啦，
然後又收到電視台嗰邊嘅通知啦，喺誤打誤撞嘅情況下就參加咗呢個比賽啦。雖然自己細細個好中意音樂啦，但係都一路都冇將做歌手去列入自己嘅職業之一嘅。咁所以而家咧可以唱歌，可以做到歌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感恩嘅一件事咯。突然覺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時在放映，我這句語氣原來好像你，不就是我們愛過的證據。諗翻起超級巨星決賽嗰晚咧，咁我就唱咗隻歌啦，係梁靜茹嘅《可惜不是你》嘅。咁其實嗰一 part 咧，我係特別緊張嘅，因為佢係得鋼琴伴奏啦，所以咧嗰啲瑕疵啊或者我嘅 vocal 咧係會特別突出嘅。咁而亦都如我所料，真係有瑕疵啦，同埋都有些少嘅失誤嘅。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後，這一切周全就是那路口，感謝那是你。都好好彩啦，最後都攞咗一個唔錯嘅成績嘅，亦都因為呢隻歌咧去啟發到我，明白到原來唱歌除咗技巧上嘅嘢要注意之外咧，感情嗰個表達咧先至係最緊要嘅。感謝那是你牽過我的手，還能溫暖我。胸口。細個嘅時候咧，爹哋咧就好中意古典音樂嘅，咁所以喺呢週末嘅時候咧，都成日會捉我去聽一啲 orchestra 嘅演出啦。咁所以喺呢一種環境底下成長咧，就令到我都對古典音樂咧都有一定嘅興趣嘅。咁但係咧，去到小學6年班至到初中嘅時候咧，就因為朋友嘅緣故啦，開始接觸流行音樂啦。咁嗰陣時，爹哋咧就都幾反對嘅，因為佢覺得古典音樂同埋流行音樂兩者嘅音樂個風格太唔同啦，同埋佢會覺得可能嗰個年代流行音樂係冇古典音樂咁 class 咧叫做，咁所以爹哋嗰陣時就好反對我去聽嘅。遲了送上雨傘雨，仍無誰與你經草潛逃，終於徒勞。遲了痛你與你抱着做夢，遲了抱緊雙手，差點經已同行共老。這戀愛的信徒，我想要得到，卻未拾到，一次要被遺下再搬逃。遲了送上雨傘雨，仍無誰與你竟早潛逃，終於徒勞。遲了愛你替你抹掉問號，遲了抱緊雙手，差點經已同行共老。這戀愛的旅途，我想要得到，卻未拾到，多麼糟可給我為你填補。昨日像得到，遲來無許路，給你與某人在長夜共抱。
只懂得安慰，話時候未到，天未亮到，需要為你虛耗，陪我細數，和我抱抱，為何天空一個城堡，仰望卻無法捉到，蓋着被鋪，仿似終得到安抱，笑着投入你懷抱。Hello， 我第一個接觸或者第一個聽嘅流行曲歌手咧係許志安嘅。嗰陣時我記得我聽係作詞人咧，同埋爛泥。遲了吻你兩片軟唇紅紅，而那眼睛都紅紅，心中重重。我同人哋講我第一隻聽嘅流行曲喺啲嘅時候，佢都話點解咁遲先接觸流行曲嘅咁？唔緊要啦，遲好過冇啊！再一次失去愛神無任，今天他當天你如何殘忍？昨日像得到，遲來無去路，給你與某人在長夜共抱，只懂得安慰，話時候未到，天未亮到，需要為你虛耗，陪我細數，和我抱抱，為何天空一個城堡，仰望卻無法捉到，蓋着被鋪，仿似終得到安保，笑着投入你懷抱。好，到金獎啦！喂，好緊張啊！後邊啲新人個個都胡鴻鈞，恭喜晒胡鴻鈞，呢個係你應得嘅。OK，我要多謝香港電台頒嘅獎俾我。回想翻2012年啊，即係我做新人嗰年咧，咁的確嗰年係一個對我嚟講係好豐收嘅一年啦，亦都好難忘嘅一年嚟嘅，因為嗰年嘅成績都好幸運地都幾好嘅，咁都喺一啲唔同嘅平台啊、一啲頒獎典禮上面都攞到好多唔錯嘅成績啦。凝望夜空，匆匆歲月如風，又再孤獨，不知怎去結束。坦白地講咧，嗰陣時會因為所有嘢都好似太過順利啊，或者得到好多獎項之後，係令到自己有少少迷失咗嘅。咁就會覺得都幾易啊！啲獎攞得，同埋都好似身邊好多人都幫自己，所以令到自己去即係嗰個勤力嗰種嘅動力就少咗嘅。咁亦都因為嗰陣時自己講嘢唔係好叻啦，咁有時喺啲説話上面係會令到人哋唔舒服嘅。咁所以嗰一年雖然係攞到個獎，但係都失去咗好多嘢嘅。別要好，曾一起看星細說才能好，我曾一起幸福。Thank you。新人之後嗰年，好多人都會話係即係個反差會最大嗰年嚟嘅。咁嗰陣時就可能喺音樂上嘅發展就比較慢啲嘅個步伐。咁同埋可能會俾人覺得，做乜好似新人嗰年咁好，之後嗰年點解好似冇乜消息嘅咁樣？咁但係我會覺得其實嗰一年對我嚟講係令我沉澱嘅一年啊，所以就作咗好多一啲自己之前都冇諗過會做嘅嘗試嘅，當中包括咧去玩呢個過山車嘅。咁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咧，我係好驚離心力啦，同埋有少少畏高嘅。但係玩到嗰下又幾正嘅喎，感覺即係會覺得終於都做到一樣嘢係叫做克服到自己嘅恐懼啦咁樣。只不過是我太過愛你，連自尊都忘記，跌到極麻木，只好相信又再拍得起，就會有轉機。若我不懂真理，如何離別你，亦怕不會飛。
由這1分鐘開始計起，春風秋雨間，恨我對你以半年時間，慢慢的心淡，苦情長淡，平靜的對你熱度退減，一天一點傷心過這100數10萬，大概也夠我送魂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春天分手，秋天會習慣，苦衝開臉變淡。新人之後嗰年係會俾咗我多啲時間去思考究竟之後嘅路點樣行嘅。咁雖然嗰一年嘅音樂嘅步伐會行得慢咗，但係我會覺得呢個小停頓對我嚟講反而係一件好事嚟嘅。只不過是我太過愛你，連自尊都忘記，跌到極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會有轉機。若我不懂真理，如何離別你，亦怕不會飛。由這1分鐘開始計起，春風秋雨間，恨我對你以半年時間，慢慢的心淡，苦情長淡，平靜的對你熱度退減，一天一點傷心過這100數10萬，大概也夠我送魂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春天分手，秋天會習慣，苦衝開了變淡。新人之後嗰年，自己其實都有去裝備下自己嘅，同埋都係一啲內心啲嘅嘢啦，即係譬如話喺心態上會有啲改變啦，可能會成熟過以前啦，可能諗嘢會顧及人哋感受多啲啦，即係對我以後喺娛樂圈繼續行或者繼續發展係一個好好嘅裝備嘅一段時間。喂，我想問咧，陣間 V City 係咪拍停車場啊 ？OK， 我趕去啦，等見，好，拜拜。我覺得而家做藝人咧，都真係要好多才多藝，真係除咗音樂或者除咗關工作嗰方面之外咧，就係要處理一啲同工作冇關或者同音樂冇關嘅嘢，包括就係自己照顧自己啦，就係要可能要自己去。平時出席活動要自己揸車啦，自己整頭化妝啦，自己準備衫啦，好多呢啲嘢都係要自己準備。咁所以其實你問我，我又唔會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因為我由比賽出嚟到即係入比賽之後入行就係咁樣噶啦，所以都慣咗係自己幫自己。媽咪，咁陣間有幾多人會到啊？今晚啊，應該有差唔多30幾個40人到啦，到尾嗰啲啦。今晚你唱幾多首歌啊？今晚2首啊應該，同埋會喺台上面同啲台下觀眾玩遊戲啦。平時做活動啊，或者出席一啲 event 啊，商場又好，或者 annual dinner 啲都好，都係自己揸車嘅，因為自問自己冇能力負擔呢個屋車嘅費用，即係啲公開嘅活動，媽咪通常都會出席嘅。咁因為媽咪都有份幫手去處理一啲 fans 級嘅嘢啦，咁所以通常佢得閒嘅話咧，佢都會出現嘅，即係會到時同啲 fans 啊聯繫下、傾下偈啊咁樣。我之前咧就比較傳統嘅思想嘅，覺得咧就係話娛樂圈咧就係一個大染缸，加埋咧 Hugo 啱嗰陣時讀緊大學嘅，咁咧就經佢影響到學業，所以咧嗰陣時咧都係大力嘅反對。咁之後咧佢咧就同我講。佢話：阿媽咪，我好中意呢一行，咁我想試下，俾我自己揀下我自己中意嘅嘢得唔得？我話咁樣都，咁我睇佢好堅持啦，咁我話可以，不過咧你都要應承我嘅條件，即係一定要完成嘅大學嗰個 degree。咁樣之後咧，佢真係去做到佢嘅承諾咯。
咁支持佢嘅最好嘅方法咧，就出嚟參加 function 啦，慢慢咧就參加嗰個 fans club 嘅一種活動啦。咁樣咧同啲 fans club 咧嗰啲成員啦一齊啦，就了解到呢個一個 fans club 嘅運作啦。咁啊對佢慢慢有個興趣啦，就參與啦。我覺得佢 EQ 同埋為人好樂觀咧，就係因為佢之前可能有啲負面嘅新聞啦，即係好似之前話佢整容啊，又或者佢話佢，總之一啲關於佢個樣貌同以前唔同嘅傳聞啦，咁即係我哋以為佢會覺得好唔開心，或者有啲負面嘅情緒，而令到佢唔想再做歌手啊，或者唔想再喺熒幕上面出現唱歌俾我哋聽啊。反而佢冇呢個思想，反而做話俾我哋聽。其實呢啲事只不過係好少一件事啦，唔會影響到佢做歌手嘅夢想啦。佢會繼續喺呢行度發展落去啦。我哋而家嘅年代咧做歌手咧，同以前嘅年代做歌手，我諗最大嘅分別就係可能而家網上嘅平台或者網上媒體比以前係發達好多啦。咁所以我哋好容易咧會喺網上面得到大眾對我哋嘅 comment 嘅。因為由於係網嘅關係啦，所以一定會有好嘅 comment，亦都有唔好嘅 comment 嘅。反而係自己會係埋手工作嗰邊多啲咯。咁同埋我會覺得，如果你真係有心去做一件事嘅時候，自然喺人哋嘅心目中會留下好嘅印象咯。望上天花板，後邊隻腳盡量伸直啊！後邊隻腳伸直，係啦，望後啲，伸直兩隻腳，慢慢呼氣，諗住掂住心口，呼氣，吸氣。呼氣，哇，好低啦已經。慢慢吸氣。Hubert，呢啲動作做試過未啊？未試過，但係難過跳舞嘅，雖然跳舞都唔叻㗎啦已經。7.5，pose，吸。今日第2堂啦，終於有個瑜伽嘅女嘅老師咧，就幫我拉筋嘅，因為真係好痛。因為佢今次係要上晒嗰啲帶咧，去輔助我拉筋，即係令到拉筋嘅程度更加再勁啲嘅。咁所以就實小弟嘅筋骨就非常之硬啦，所以第1堂對我嚟講係非常之辛苦嘅。直多啲，直多啲，接埋隻腳。2，阿輝啊，你開始可以。放鬆，呢度勾住。慢慢喺塊布嘅前面放鬆，俾少少勇氣。係啊，啱晒。拉完筋之後就真係開始排嗰個快閃嘅 step 啦。咁但係我以為自己學咗好多，但係淨係學咗10幾秒咯。咁所以就仍需努力嘅。白色聲啦 ，8 go 1，係咪？跟住你諗住咧，呢隻手咧好似穿過嚟嗰陣時咧，喺你而家依個位，落去。第2堂嘅同佢上咧，佢比我想象中原來可以再學多啲嘅。咁我覺得佢個拍子感重咗，即係不嬲。我咪第1堂已經講過，可能你哋唱歌啦，因為佢哋拍子感會好啲。咁今日加上咧，我真係開始排一啲佢嘅 step 俾佢嗰陣時咧，我會覺得原來佢可以比我再學得多好多。所以我覺得喺後邊嚟緊，跟住咧，我可以再令到佢再辛苦啲。我相信每個歌手都希望擁有自己代表作嘅，咁但係其實我都算好彩㗎啦。咁講真，可能之前有翻唱阿何韻詩嘅《化蝶》啦，咁都嗰個 feedback 都幾正面啦。咁不過都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可以有一隻真係屬於自己原唱嘅作品係可以大家都認識嘅。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又唔會刻意去點講啊？即係歌啲緣分嚟嘅，我覺得即係佢會到嘅時候就會到咯。墳前沒有花，用我撥開沙土，用眼淚種些疤，長埋是你嗎？
何以未講一聲就撇下我回答吧？上次匆匆一別還約了，結伴去共你遇上那道橋，約定了改不了，縱使到此時你的心不再跳，共你快將相會了。重回那一秒，如何回到當時？猶如情侶熱戀的那時，記憶可以還作一對蝴蝶飛舞在時光深處，頭未紅過都變枯枝，血肉之軀會沒法保持。蝴蝶苦戀花那魂魄也願意。C 係呢度，係啦，呢度呢度係咪？係啊。嗱，聽下啦喎。好，會咁都好靚聲。要你哋去寫隻歌咧，我又想即係要有翻你哋嗰陣錘喺裏邊嘅。好，咁好玩咯。係啊，咁好玩啲，即係 is the whole point of 呢件事啊嘛，即係大家有個 collaboration 啊嘛。咁但係我覺得都要揾一個 balance 咯，即係又唔可以 go way overboard 嘅，即係都要 something suitable for him 嘅。咩速度嘅喎？你係幻想緊？我幻想緊不許你注定一人嗰啲啦。不許你注定一人，永遠共你去抱緊。其實我好中意譬如話周杰倫嗰隻《不能説的秘密》，即係嗰啲 feel 咯。Pop rock 咯 ，pop rock，係啊，我都 imagine 嗰啲嘅。即係啲女聽到之後會係冧女仔啊嘛，你強項啊！唔係，但係中意啊！我都，我唔知點解喎。即係我玩 rock band，但係我都中意作呢個情歌。其實我發覺有陣時候我哋作咗啲歌，如果俾人，但係唔係我哋自己編翻咧，係冇咗個數。係啊，好似冇咗50%響度咁樣。所以我覺得你哋編翻係正常。諗到咩咁都可以即刻 send 到。好開心今次 Cash 揾咗我去做監製啦，喺呢個 project 揾3個唔同單位嘅，咁作曲人就係 Dear Jane 啦，歌手就係黃君，簡寧就係做填詞嘅。咁過往呢3個單位嘅音樂風格都相當之唔同嘅，所以做出嚟嘅嘢今次都會幾有新鮮啦，同埋火花嘅。因為一路都好 appreciate、好 admire Dear Jane 啦，因為我覺得佢哋嘅嗰啲歌、嗰啲情歌係非常之打動到我嘅。咁然後今次再同埋阿 Gareth 一齊去度身訂造，幫我去打咗隻歌啦。咁所以我之前咧都做咗好多功課嘅，都有聽下 Dear Jane 嘅歌啊，同埋聽下 Gareth 之前 produce 過嘅歌啦。咁所以我哋啱啱喺個 meeting 度咧，我已經好快咁將我自己嘅意願講出嚟啦，就係我想做一啲類似可能周杰倫嗰啲 soft 嘅 pop rock 啦。咁我哋亦都定咗個 theme 咧，就係可能啲 bitter sweet 嘅嘢嘅。還要走多遠？係啦，而家我哋做咩咧？你嘅靈感度啊，有靈感度喺度冚緊大家。呢個要改前面，但係我都想 keep 翻 A minor。祈求地久天長，誰令你驕傲？如若別戀，不知怎麼開你口，何妨讓我獨自受罪，放你走。今次呢隻歌比過往佢嘅歌咧就
唔同啲嘅，因為佢比較之前係唱多啲慢歌啦，比較係好靚啊、好完美嘅一件事。但係今次我哋行嘅所謂 pop rock 嘅歌咧，就比較比佢過往嘅係嘈啲啦，可以話嘈啲啦，同埋聲線上咧唱嘅嘢係 raw 啲嘅。如這麼愛他，懇請傾出你最好。如這麼愛他，一心一生的終老。即係因為我真係冇試過接觸呢啲咁嘅類型嘅歌啦，咁同埋都係第一次同阿 Gary 合作，咁所以佢都真係俾咗好多 guideline 俾我啊，令到我知道原來我把聲都可以咁樣用嘅，或者原來咁樣唱都幾好聽嘅喎。祈求地久天長，誰令你驕傲，誰令你快樂，我都自豪。等待結果嘅味道，比一杯齋啡更苦。佢鍾意我，佢唔鍾意我。究竟佢會揀我，定係唔揀我？佢唔鍾意我。唉。承諾伴我開開心心不放手，然而是你終於打開這缺口，完全為他編出多少的藉口，無人夜裏輾轉反側在淚流，從前話愛彼此真心可永久，原來幻變可將真心都折舊，如若別戀不知怎麼開你口，何妨讓我獨自受罪放你走。如這麼愛他，懇請傾出你最好，如這麼愛他，一生一生的終老，祈求地久天長，誰令你驕傲，誰令你快樂，我都自豪。男人都強忍，多麼心酸，看你走，從此到永久，指尖分開是盡頭。如能讓你飛翔，燃亮你生命，何妨讓我轉身去，以後別回頭。完全為你假裝輕鬆的放手，其實害怕多麼孤單的以後，嘗到幸福不該輕率的放走。如若為愛莫問寂寞對與否，如這麼愛他，懇請傾出你最好，如這麼愛他，一生一生的終老，祈求地久天長，誰令你驕傲，誰令你快樂，我都自豪。男人都強忍，多麼心酸，看你走，從此到永久，指尖分開是盡頭。如能讓你飛翔，燃亮你生命，何妨讓我轉身去，以後別回頭。如這麼愛他，懇請傾出你最好，如這麼愛他，一生一生的終老，祈求地久天長，誰令你驕傲，誰令你快樂，我都自豪。男人都強忍，
有一日瞓醒覺咧，就突然之間有個衝動，好想去多謝身邊一路支持我嘅人嘅。由參加比賽到嗰陣時有3年嘅時間啦，咁有時都會覺得啊，自己真係好好彩，因為一路都有一班中意自己或者支持自己嘅人喺身邊，俾好多 support 我嘅。咁我就好想真係做一隻歌去叫做多謝翻佢哋啦。有咗呢個 idea 之後，就嗰時係喺毫無計劃嘅情況下，去咗揾我一個音樂上嘅朋友啦。誤打誤撞之下就係啦，就做咗隻歌出嚟咯。咁歌詞嘅內容都係講話想感謝身邊一路支持我嘅人嘅，即係特別係我啲歌迷嘅。咁呢隻係我叫做 officially 第一隻自己嘅作品。多次挫折早已遇過，困倦寂寞孤立無助，獨自捱過，才自覺闖禍。竟碰上你肯接納我，雪落大地當中送火，才知一刻擁抱減輕的痛楚。以後結果最重要，往事已不再困擾。初心好友原來沒缺少，已是好與少。明謝身邊總有着你，提我分憂，體貼我心理。如非聽你在打氣，難受我又怎讚氣？明謝始終從來有假，從未遺棄，絕不放棄，就更加奮力爭氣。原來靠你我可鼓起勇氣。我會支持胡鴻鈞，就係因為佢喺唱歌呢個事業啦，佢發展得雖然係好平穩啦，但係佢都會因為我哋嘅支持，就好似勇氣咁，佢會作歌俾 fans。當我哋嗌歌嘅時候，佢就會有呢個努力，去繼續喺呢個路度繼續發展咯。係啦，喺我身旁咧，相信大家都好熟悉㗎啦。佢就係阿吳業坤先生啦。咁我哋點樣認識嘅咧？就係巨聲嘅時候嘅比賽啦。其實比賽期間大家都冇乜去太多交流。唔係因為佢咧，我成日都講佢嗰陣時咧係好 isolate 自己嘅，即係我哋接咯，唔好話接啦。即係嗰陣時我哋20個參賽者啦，我哋成日都會喺後台度會聚埋一齊傾偈，係為咗佢自己一個坐喺一邊咯。之後其實我哋做嘢咧就多咗嘅，因為我哋都係同一個經理人啦，同好多巨星。咁我成日見面開始，咁開始其實傾落去，大家年紀啦，大家嘅興趣啦，同埋係啊，所有嘢都好相近，咁所以好多嘢都可以一齊做。咁亦都我哋都做咗隊籃球隊啦，咁之後就咁啊，但係成日都唔出現啦，佢唔出現啦，因為佢忙啦，因為佢忙啦，咁大家都冇出現其實。他不夠愛我，原來我左後被阻，原來相愛並非講求付出和有幾多，原來他只報答我，原來他都懺悔過，就算獻出比收視多，也是我的錯。喺我簽公司之前咧，咁有段迷惘嘅期間咧，咁佢同一班朋友啊，佢都有開解我，有俾啲説話我聽嘅，俾啲説話我聽，係啊，佢都講啊嘛，同佢爭飯碗啊嘛，係咪啊？哇，胡鴻鈞大個仔啦，成熟咗啦，竟然去咁識為我着想，即係從來冇聽過啲説話。借問我，喂，有冇拍拖呢排？喂，最近點啊？識幾個女仔啊？最近做緊乜嘢啊？借平時我就話我冇養分嘅，係啦，冇養分咁，但係竟然哇呢一段嘅説話令到我嗰5年嘅空白期
突然間充滿咗一個感情啊愛咁樣，所以就希望我哋第時都有更多嘅愛發生。好明顯到咗啦。哇！好大塊面。咁我哋去邊啊？我哋而家去日本去開工。This flight is operated in conjunction with 做嘢就要瞓覺 American Airlines AA8882 大家 update 我哋嘅係啦，講啦。去瞓覺嘅時候，我都會講緊影佢嘅。問我有沒有，確實也沒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麼大仇，為何救自己，在最後變不到路友。不知你是我敵友，已沒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你一開始嘅時候，我哋並不是太過熟嘅。雖然大家係同公司 Alfred 咧都嘗試好主動地 approach 我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都唔知點解咧就冇乜點接受佢嘅，所以嗰陣時嘅心態咧，而家諗翻咧都幾唔健康嘅。咁但係到呢段時間同阿 Alfred 之間嘅相處多咗啦，咁所以就而家慢慢就成為咗好嘅朋友啦。各自也沒有自由，位置變了各有隊友。問我有沒有，確實有。喺音樂嘅路上面，佢都一路都俾咗好多嘅支持啦，好多嘅一啲 support 我啦，同埋佢都會同我分享好多佢以前過往嘅經歷啦，就希望我可以撞成啲板啦。不知你是否敵友，已沒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早知解散後各自有，際遇作導遊，奇就奇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卻沒人像你讓我眼淚背着流，嚴重似情侶講分手。如果俾一個跳舞人嚟講，其實2個月真係少到直情係唔夠，但係佢用咗我哋平時再長啲嘅時間去學，即係可能6個鐘啊8個鐘，佢都不停喺度要不停去練同一樣嘢，所以我覺得佢係2個月嚟講係好好㗎啦已經。可能好多人都成日講話想跳舞啦，或者想做一樣嘢，但係我成日覺得好多人都係得個講字嘅，但係實際行動我未見過嘅，咁即係少啲，佢真係咩都去試嘅，同埋係比一般人。開頭可能會有少少係覺得學極都未得啦，咁去到後期可能一啲 dancer 一齊去做啊，同埋多咗一啲人去同佢一齊去做一件事嗰陣時咧，佢可能開始睇到原來周邊嘅人係咁樣做之後，佢會變咗佢有一道動力啊。今日咧就係去電台宣傳我嘅新歌啊，因為我終於有新歌派台啦。咁呢隻歌叫做《相信明天》。咁坦白講都幾緊張嘅，因為都真係始終有一段時間冇上電台啦。咁啊，希望啲 DJ 朋友冇唔記得咗我啦。成就我大志，輕看生死這回事。今日我哋會做咩訪問啊？2點到2點半，你再睇啦。Hello， 今天請到的是希望相信明天，明天是怎樣呢？要讓他來說一說。胡鴻鈞 Hubert， 嗨，小峰你好。OK， 我覺得跟我現在的心態很一樣。今日請嚟嘅嘉賓係胡鴻鈞嘅你。係 ，Hello， 好見。今次就係你同係 Dear Jane 有合作嘅，同埋你自己都有寫歌㗎嘛？係啊。係啦，你參與嗰部分係點樣樣咧？我同一個女仔一齊，但係我覺得自己可能俾唔到幸福佢，就放佢走咯。替我驕傲，明白你對我太好，達到犧牲這程度，迎面風光雖不知道，前進吧，尚有漫長路。緊張啊！
因為我將會獻出我人生嘅第一次啦，就係會喺一個鬧市嘅商場入邊作一個跳舞嘅快閃。而因為今次呢個節目，我幫自己定咗個主題咧，叫做突破啊。咁所以我希望可以揀一啲我真係平時諗都冇諗過會做嘅嘢，然後去挑戰自己咯。咁所以今日係我突破自己、跳出框框嘅第一步。希望陣間會 push 啦，出發！終於都完成咗咧，準備咗個零月嘅快閃啦，我會俾70分啦。因為由呢個零月嘅排練入邊啦，經歷過好多啲想放棄嘅關頭啦，中途就想行開嘅一啲時間，但係我都覺得自己好彩，自己有咬緊牙關捱過去咯。咁同埋由以前自己唱歌嘅時候唔敢同啲觀眾有眼神交流，到而家喺一個咁近距離嘅地方，同一啲現場觀眾去表演一個自己唔擅長嘅嘢，其實我覺得自己真係好滿意嘅啦，我對自己嘅表現。今日喺去睇呢個現場嗰度咧，比我平時喺個 studio 咧係好咗好多，起碼個樣會好有自信啦，同埋比我哋想象中預期去做每一樣嘢咧係靚過以前好多嘅。咁我覺得佢今次係俾我係好好啦，覺得已經係有突破咗好多嘢嘅其實。
就見佢平時都係官仔骨骨咁着西裝唱情歌啦，咁見到佢跳舞其實都好 surprise 嘅，咁亦都估唔到佢又真係跳得幾型仔嘅喎，咁同埋見佢頭先又打晒後空翻啊咁樣，咁其實都睇得出佢有好努力去練過啦，咁其實都好希望佢嚟緊可以有多啲即係跳舞快歌俾我哋啲 fans 睇，咁就會係咯，大家都對佢有呢方面嘅期望咯。磨練我大志，一切得失當閒事。成敗我也願意，繼續堅守不變情義。明日世界在變幻時，懸崖上望清紛擾住，也不枉將夢想來堅持到此。成就我大志，輕看生死這回事。量度我位置，放棄或者比堅信容易。明日世界在跌宕時，無憾是活好這一次。我相信活出自己，憑一個愛字。我相信如此人生，回憶也像是